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人生在世啊，难免路会遇到难通啦。但是有啲人对于难通来讲话，一路过乐观的去面对，有啲人都呆呆窒窒。你今日又抢到係我兩個好朋友，最近出了一本書，叫人生有片啊，能完整。但都說話人生有片能完整咯，我哋都又搶到以來到我哋呢節目地方。談下兩個人的細妹好來講，伊哋人生這麼有品質以後，我感覺到人生可能好完整。好，我哋反映我哋體驗我哋重逢來到現場，重逢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對面農來嘅重逢。好，聽日係我哋嘅飛君，總飛君。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總飛君，我係關係嘅客人。好，今日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你最近出一本書嘛，哈，人生有片能完整。我都想講，在有安感出安尼書咗，因為總話呀，我感覺到講，啲書名啦，哈，就想講，人生有片能完整，這是一種反諷嗎？還是一種樂觀的看？因為唔的確有啲人看到有書名，以為因為講。面亂咁講咯，根本上冇片啊，反而人人生都冇完整哈。但是我真的看起以後，我都發現到講，也係真是對人生的一種感嘆吧。頭堂主持人講，就是一個書名哈，是不是有一點反諷的意思？頭剛剛就是我沒有想過反諷這個感覺，嗰種比較像是。原來是這樣，就是那種就是靈光，就是原來要走人生要走到這一步才會知道，生病這件事情它其實是一個破口，不管是身體的或者是精神的，這是一個破口啊，都得用個人可以再從這個破口然後看見就是更認識自己，過去年輕的時候到底讓身體承受了多少？那現在他已經受不住了，那我得為這個代價調整我的生活，那這是人生有病才完整。那一開始其實就是跟慧君我們兩個在談，那時候其實是他比較對這個是有主動性的，對了，就是說，因為我們上一本書是女子山海嘛，對，然後在後來我們上一本書的內容裡面，其實就談了山啊、海洋之外，我們也談女性的自身的成長的經驗，裡面其實就有一些是病的這個討論，但是因為當時篇幅沒有那麼長去寫，後來我們在上一本書的巡迴的分享之後，我們就發現很多讀者其實對裡面關於自己的你怎麼去面對自己的痛苦啊、內在的一些反省啊，然後比較深刻的生命的事件，他們是更有好奇的，所以我就跟崇鳳說，其實我覺得，裡面提到這個事情能不能延續？我們有沒有可能接下來就來寫疾病這件事？那因為剛才主持人也是這樣說嘛，就是說，它好像是一個反諷，但我其實覺得有一點像是病之後的接納，就是說你怎麼。在過去，其實對他可能是抗衡的，或者是說你沒有想要承認這個疾病的存在。但後來你好像走完到了40歲之後，你會開始覺得說，其實你的生命因為有這一些的，如崇鳳說的破口也好，或者是我會認為其實是有非常多的對話跟陪伴之後，反而是你會覺得我的生命因為有這樣子的經驗，而讓我變得完整這樣子。因為頭先我講反諷一個事啊，喺因為其實我因為講啦細奶一團細妹啊，這個其實是有性別上的感覺啊。對於疾病這件事情，因為可能因為我看過一本書講，其實細妹開始有壓死了以後，伊就對自己的身體，尤其係壓死有時會停頓壓量，就是跟着潮汐，甚至是跟着月亮的一個。可是其實有人講，其實女性是比較接近自然的一種物種。嗰時伊就會因為講，其實細妹對自己嘅身體，包括身體好、快，也要接觸長途啊，其實係對細奶冇重要。你會看到很多戰勝什麼什麼東西的，都是男作者。陽性的表達。對，可是這本書裡邊，我看到的是很多，就是我跟過去的我接受我過去的我做的那些事情。
然后我用我现在的生命去跟他共存，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就跟你要死了，要跟事情对什么了，某方法讲，我不要月经嘛，我还是要接受它。可是你如何去接受？你每一次来的时候，他的不舒服感，其实长期以来女生其实都是在做这种调试。可是男生其实除了他一直到更年期之外，有些人男生到更年期的时候，还会想说，我吃一点补药，就让他自己可以不一样。可是其实生来团生么对偏一件事情，很没共同看法。这一本书里面，其实后半部很多是谈女性的各种，包含妇科的部分，对，然后当然一定有月事，那刚刚主持人有说，男生在面对自己的身体的变化比较，没有感受，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波动，然后我们是有。但我觉得我想要回应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我们普世的价值里面，因为我们就是要强壮，然后要可以就是不受病痛所扰，所以其实女性会有一个，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跟慧君其实都有这个状况，我不知道其他女生，但是以前如果体育课你的月事来，你因为月事没有办法去上体育课，或后来成长之后，因为月事没有办法如期工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挫败的事情。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不要受到我的身体干扰，然后这是我的社会给了我这样子的期许，而我期待自己可以达到，但是我的身体没有办法，那我就只能假装，或者是忽略。35岁以后就是不一样了，那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子继续假装坚强下去，那好像也比较能回头看看我为什么会一直痛，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但确实就是那个月亮一样，潮汐一样的，一个月一次，一个月提醒你一次，你就是要休息1个礼拜，你就是要休息1个礼拜。我们从小就这样子，被海洋的波浪一样的教育，但是我们不太能完全听到，但是没有错，就是男生是根本没有这机会去感受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主持人有跟我给，我就很深有所感。对啊，因为真是后来谁来都我些都唔多会去处理这个身体啦哈。但是就像头重复我讲一样，跟我们从啊跟谁来好多带顿他敢也去玩风炮，结果呢那件事情是怎么样？风炮这个就是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你是哪谁，你会很希望自己很厉害，然后强壮，冲锋陷阵，被看见，然后证明我是有力量的人。那去风炮，参与风炮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是登山社的，那就勇猛果敢，冲锋陷阵，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强大的目标，就是往前冲。其实那时候是到台南的盐水风炮，那其实还骑了1个多小时的车子。那到那边以后，大家都全副武装嘛，你知道你是要来给炮炸的嘛，我就是要来给炮炸的，所以你就是要穿很厚的衣服，然后最好从头到脚密不通风，戴全罩安全帽。我就是忘了带一条围巾，很厚的那种围巾。那我在我的机车里面找到了一条毛巾，对，那就是那条毛巾，我就觉得，风炮炸的方向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对，这样子应该是 OK 的，就是或者是从上面下来，就是应该是 OK 的。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冲到那么前面，那个距离大概就像我大概4、5米那么近，5、6米，一定在10米之内。在那边就真的什么叫做枪林弹雨，我终于明白，那就是在枪林弹雨之中有一支风炮，我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但是我只知道我在其中，就是它进来
在我右耳旁边有一个很大声的爆炸，很大声的那个，我已经不能说是鸣响，就是一个嘣，就是，然后我就听不到了，就是一个麻痹，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事实就是有一只风炮钻进了我的全罩安全帽跟毛巾之间，从那个缝隙钻进去，然后在安全帽里面炸开。那个当下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遇到的，我还活在我的强壮的期待里，然后我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它后退了，我的身体在我的脑袋反应之前就先后退。那一次我们战况惨烈，就是自以为很勇猛果敢的一群人，但是12个人有7个人轻重伤不等，就走进了，就再杀回成大医院，那就是急诊室就是一片惨烈，然后那个医生护理师都是满脸就是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就是现在半夜3点，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就是满面都是血。那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不能接受我自己这样。可是躺在那边，我发现多讲，其实风炮一件事情，其实明年都发生更多事情，但是也把风炮的失误以后，都在重复很用的去面对啊问题咯。同时嘛，有下一段节目嘛，有得佢重要都讲，我哋冇有得佢讲嘅什么，有排炒茶要炒到一半吼，佢下载下都跌下來啦，咁要用去處理咯。我哋下一段節目馬上同講。欢迎过来，福起来耶！上个节目，我哋2位好朋友，我哋劉仲峰，还有我哋仲飛娟嚟到現場，同我分享佢哋一本出的新書《人生有片難完整》。上一套節目底邊，我哋咧仲峰已經同我哋講到講，而家時節啦，吼，去我哋咧從嘅風炮啊，佢話呢啲風炮走起嘢，義工嘅爆炸，佢話義工佢上到樹上嘅。可是我冇也從喎，佢後來差唔多發19，然後開始接觸到義工樹上嘅件事情。個叫嘅時間。他們都1年，但是其實我身邊的朋友，他們有受傷的都已經去補耳膜，動手術了。但我就是一直在逃避這件事情。剛剛同媽媽講，大概有1年的時間。那這是一個，現在想起來就是會後悔的事情。但是也因為這個後悔，重新再去書寫了之後，我大概明白了，日後我的身體只要有任何的受傷，我會立刻處理它。因為這個教訓，我買到了這件事。等於你講，其實這個遇到一個最好的時間啦，因為見到剛馬上處理嘅話，其實嘅時間，還可以救，可能還救得到少一些聽力過了。因為聽力就有50%的聽力，就聽神經的損傷。咁更加睇你從個身法點樣有影響嗎？就鴉片聽不懂。講手機就是一定要用這邊，就很優雅的另外一邊。對，我跟慧君這樣，他跟我講悄悄話，我是聽不到的。其實我們現在在換，我一定要選邊做。那所以在節目裏邊有他嘅預告嘛，哈，因為我哋有啲少女嘛，有啲少女時間都預備也下載下嘛，都落下來。但是吼，有啲時候啊下載下落下來，其實歸正常。但是你想講有啲少女呢，有啲少女然後撐着大嘴巴，然後去急診的時候給用誒，來飛卷。就是講起來就是一個非常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對，因為就。一般人有一些疾病的指涉是美的，但是掉下巴絕對不是，就是你就是下巴脫臼。進急診室的時候，那個狀態沒有很美，沒有很美，而且那時候也不流行戴口罩。對，那其實就是在我研究所的時候發生的，就也是一個非常你不經意的情況下，那平常你如果要控制的話，你是可以有意識的控制，但是那一次就真的是一個打呵欠，你就只是要睡前打了呵欠，發現。他就在鏡子前面卡住了，就是打開很大之後就再也回不去，他就卡在那裡，所以我那時候就很驚慌，想了半天不知道該怎麼辦。還好我的
我的室友非常灵机一动，他就说我们赶快去急诊室。所以刚刚崇峰有提到在成大急诊室的经验嘛，他是就是满脸是血，然后我是就是张了大嘴巴到成大急诊室。那一次急诊室的经验也让我非常的觉得很傻眼，就是你明明就已经是很明确的是掉下巴，可是护士就是从挂号开始，然后又开始从量血压什么什么的开始，就是一套弄好之后在那边等，然后所有的其他人都是这样子乱七八糟，然后我就张大嘴巴在那里等。后来医生下来之后也非常的压抑，通常半夜没有什么牙科或骨科的事情，可是他就3两下就把我往下，然后再往上，因为他就说是下巴惯性脱臼。后来就弄上去了嘛，他就给我一颗止痛药，叫我说回家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吃这颗药。结果我们回去的路上，我就跟我室友说，在这边我们先买个东西吃。结果我就点了一颗馒头夹蛋，就在吃的那一刹那，我就要吃那个馒头夹蛋，然后要吃药，一张开嘴巴又掉下来，所以就同一趟我根本还没回到家，又再去了急诊室第2次。反正那一次之后就是很容易惯性脱臼，然后我很苦恼，因为说真的，它可能不是一个外伤的疾病，可是你一发作起来，你就是你自己不会处理的时候，真的就是求救无门。然后所以有一次我们印象真的很惊险的一次，是我们2个在内蒙古旅行，然后那是一个长途客车的路上，可能那个要坐6、7个小时的车，我也是到一半突然就是很想睡觉，然后也因为你想睡的时候你就会放松，你一时失察的时候又打了个呵欠，当下我就卡在就是又卡住了，我赶快转过头来跟他哼哼狗让我看关不起来，然后他就吓傻，他就赶快冲到那个就是冲到那个客车前面，就跟那客车问说：“师傅，那个我朋友那个少女，她下巴掉下来了，你可不可以开快一点？”这样子就是一个很乌龙的事情。那个乘客，所有的车上乘客都在看我，所以所有人都知道就是我下巴掉下来的事。可是后来就没办法，因为那个车子不可能更快，所以我们还是开了3、4个小时在那个路上。但是就是他一路上就很担心我会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也没办法把它弄下来。那是到了内蒙古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去找了个蒙古大夫，然后就真的把它弄下来弄回来。所以那真的是旅途中很惊险的一个记忆，现在想起来是很好笑的。可是真的，但是我问你们讲，其实有的事情啊，今天你讲可能几好难。但是有啲人我唔敢講，因為講，哎呀，嗰時嗰種佢減少，本人講到嗰種佢減少，但是其實我哋講萬人無難通咯，尤其係真的是多多少少的，我哋講年紀多嘅哈，一定多多少少會有難通。譬如講，那有手汗症，那其實手汗症應該是幾多年會有啊？我唔知有幾多年有手汗症無？啊，不過我對4年的時間。都胎其实遇到没有几个，然后像我这么严重的，是很不多。我的手汗症很严重是，以前高中搭公车或现在搭捷运拉那个吊环，吊环就这样子拉着，没多久你就可以看到水珠像下雨一样从上面这样子流下来，那个其实是。不会有人注意，可是你就是知道你自己很奇怪、不正常，所以手汗症自小跟着我，在心理上其实一直知道我有问题。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如影随形的心理负担。其实就像主持人头头讲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致命的病症，它不会危及你的生命，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在童年、青少年这个成长的阶段，手汗症是我一直想要隐藏起来。因为它其实可以藏，就是比如我现在流汗流成这样，我可以擦。我们擦，我擦就知道了。光毛毛有看到。嘿，可是我就一辈子都在擦。我们擦，很累耶。这样子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也要到这个年纪以后，才能比较坦然的去看手汗症。小时候就弹钢琴，钢琴上面都是汗水，写考卷，都一定要垫手帕。你一紧张，怕弹不好，怕考不好，就汗出如浆。到哪里碰一下，就是那个年轻时候就是
都是水，就是你怎么湿湿的，就是那个每一次对方的反应都会让你的心里面揪一下。现在已经这么大了，我还要这样继续漠视这件事情吗？所以在写手汗症，我们其实书的中间有一个，我们有分上半场、中场、下半场。中场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影响我们自己最大的病症，它可能不是绝症，但是它影响我们重大。那手汗症就是这个。我也写了这个篇章之后到现在，因为这样子看见了小时候受伤跟压抑的自己，那个是我写手汗症我觉得最多收获的地方。我不知道他这么的压抑，然后这么的想要自己跟别人一样好好的，不要被别人发现我很紧张。后来我就把它当一个警报器啊，它就是告诉我现在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的有大将之风，其实我心里有点忐忑，那也没有关系啊，我还是在这边讲话呀，我还是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会愿意与你同在，我可以一直到老都这样子没有关系，我没有问题。那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子跟自己相处以后，觉得是在面对自己病症的部分最深最深的礼物，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尤其在听到我们其实现代的文明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其实心理的一种承受的能力其实是越来越不足，或者是说其实是我们会更紧。我希望这个努力，希望这个达到某一种我们社会世俗要求我们的形象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都出来，譬如讲忧郁啦、恐慌啦什么之类，其实很多的文明的问题，如是真的是也今年心理健康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譬如讲受抑症的部分吼，其实我过上的第一讲，非常总我会上本会讲，另一本他跟人讲，唔曾经有受抑症哦。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题目，因为崇峰有提到这个题目忧郁症的部分是在这本书里面非常重的章节，也是我觉得大概在生命后半段很大的一个功课。对，那我其实因为意识到自己有忧郁症，然后也自己去跟他共处，然后这中间过程其实很漫长。那直到我从一开始是没有病识感的，我根本不觉得我有生病，然后到旁边的人就是有跟我说，那我开始去观察自己的状态，然后就医之后，从一开始不愿意承认，到后来觉得慢慢了解，忧郁症其实它不仅是你的心灵的这个问题，可能跟你的身体也有关系。那我觉得慢慢有一步一步的去把过去那个污名化的印象，自己慢慢的建立自己对这个疾病的认识。那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也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因为你为了想要了解你自己的疾病，你可能会往回去翻找你过去小时候的记忆啊，或者是成长的过程里面的一些创伤，你可能过去没有特别的去，你把它埋起来，可是它其实一直存在。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开始找到跟自己对话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我后来也开始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让自己慢慢变好，就是譬如说，比方说蛮有用的是，因为我后来找到一个手作的兴趣，对，就是做陶。那个过去我很长期是用头脑在工作，然后也写作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很渴望我可以完成一件事情，然后那是可视的，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学做陶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像动态冥想，因为我是做拉胚的，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要很专注的面对自己，你一点点小差错，其实那个作品都会坏掉。那我就是在这个动作当中，不断的，就好像是我的人生的譬喻一样，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就是一团烂泥，然后我就试着把自己就是压平、重整，然后塑形等等。我觉得在这个手艺的学习过程当中，好像让我开始也看到我跟我的病是怎么样的相处，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我觉得做陶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多的启发啦。对，那很大一部分是你跟你内在的显影。
那后来我觉得就慢慢的也做一个听话的病人，同时也认真的去治疗他。对，那当然包含去看一些心理的书籍啊，听一些节目，甚至就是自己跟自己做一些功课，做运动等等。可是我们讲是迄舒缓某路啊人的手忧症，其实如去接触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病症，同时迄接触讲，即个更加有安尼的情形，但是如爱面对伊，然后推强下。休息一下哦，我的下一团买骨头，我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耶！上到节目，我哋的好朋友刘崇峰还有钟飞娟来到我现场，同我分享讲，睇人生有偏能完整地步一本书地步一等，即个讲嘅两个目标嘅一个情形吼。咁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啊，因为其实我会感觉到讲，其实把这个嘅难通，吼，刚刚很眼强嘅事情发生的事情，冇讲这个本身有难通。分享出来本他讲人第一件事情其实都冇简单啦。那人第一个呢，其实后来有办一个座谈会嘛，一系列我跟我听我座谈会。我想请问一下，这座谈会的时间，他讲人对一本书的反应很用啊。重复，你有观察到吗？一个读者他有跟我说，他看这个书，有一个感觉是过去看其他书都没有过的感觉。然后那是什么呢？他就说，你很清楚知道你是一个读者，所以你在读书的时候，在阅读的时候，你永远都知道自己是第三者。然后这个作者他在讲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可是，在看就是《人生有病才完整》的时候，很奇怪，就是看一看会错以为自己是书里面的第三个角色，他会走到书里面，有可能是我们提的某些我们的感受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觉得自己不足啊，就是会厌恨身体啊，然后或者是对抗啊那种感觉，就是跟他很像，所以他就变成了书里面的人。他的这个回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读着读着就走进书里了，然后那是因为书里面谈的不只是我或者是慧君的病症，而是这样子的状态，不管是身体的或者是心理的，好像这个历程所有的人都有曾经就是多多少少都面对过，这是我印象很深刻。你一定可能如你讲的歌唱地步的某一段，好，就是说你在描述的过程里面，可能在某一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是可能在他人生里面类似的状况里面很深刻的一段。刚才飞卷你有观察到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可能从《女子山海道》这一本都有一个蛮特别的状况现象，就是读者他们会开始，他们读完之后，好像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跟他们很亲近分享这一些痛苦的人，所以我们就会收到。会读者来签书的时候，会跟我们讲说：“谢谢你写了这个，就是把这个病痛写出来。其实他也正在经历一些痛苦的过程，然后他觉得，可以看到有人也在这样子的例子里面，或者是经验过，他会觉得好像有被陪伴的感觉。那也有一些是因为我觉得忧郁症是真的在现代来说是相对大家也比较愿意。”开始愿意谈了，对，所以他们也会因为我写了这个题目，所以会有一些同感，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是忧郁症患者的朋友会来问我说，如果他的朋友也是这样的情况，我有什么样的建议是可以让他在陪伴的时候比较不那么，就是比较不会踩到什么线之类的。对，我觉得那个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咨商师或者是心理师，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以自己的自身跟自己相处的一个经验，甚至是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我是真的相信会有一些也在这个痛苦里面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人读者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光是存在，让他觉得他不是一个人的，不是孤独的，不是很奇怪的人，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也许都有阳光面下面没有说的那个阴暗面，而那个是人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同时看到阳光的那一面，也理解人是有阴暗的那一面。
然后它才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其实早期对，也许伊能对我的呢，以后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么细致的一个了解，可是他会理解，其实，在那样子的年代里面，你小孩子要长大都不容易，你甚至是只要不小心出生的这样子的小朋友，其实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小朋友的错，那既然都不是错，那就是大家一起来学下生意的呀。过去其实advanced 都有显影呀为名词，那其实反而是我们现在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分很仔细之后，你就会发现，因为等于讲妈干的成功的人，过去也等于还不成功的人，我们就开始做区分，尤其像我常常我讲，你等然后我在健康某一个能够媒体，因为它上面展现的其实是你的生命里面最美好的那5秒，然后你就以为那是他的人生，那相对起来，当你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看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还要为生活忙碌啊，家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就是不成功的人？其实蛮严重咯，你一定有没舒服的世界的。可是从你下出一本书以后，对我先问总凤，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最近有一种感觉，好像这本书出来以后，我连走在街上，就是不管是我自己走，或者是身边有其他人，就是这种日常时刻，我好像都可以无所挂碍，然后很坦然，就觉得真好，我是我，就是真好，这就是我，我可以这样子，就是完完整整的，就是摊开在天地之间。那因为有光就有影嘛，有影子是因为有光啊，没有影子的话是鬼耶。对啊，那我是一个人，我有我的阴暗面，我有我的亮面。然后这本书写出去以后，收到了很多的回应，就是大家知道原来崇凤也有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病症。原来他也会有他就是我看不到的那一面，那跟我一样啊，那就也跟每个人一样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个东西就是写出去以后，就是走在天地之间，好像就很自然，那对我来说是很深的一个礼物。对，如果对这个来讲，这个反而更坦然的接受了这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也是有点类似的，因为过去比较常把自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个人设嘛，那个人设你活得有时候其实是过去你的工作需求，或者是你慢慢希望自己期待你长成那个样子，那人设就有偶包，那这两个东西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人真的会很辛苦。可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社群媒体沟通，所以有时候确实那些只字片语或者是光鲜亮丽的照片，会让别人以为你就是过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有这样的篇幅，可以把自己其实心里面所想经历过的事情，好好的，在自己觉得可以再三确认的情况下把它写出来。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其实就是给我一个很完整的时间，也有一个可以很信任的书写的对象。那我觉得它就是经过非常多的你愿意敞开，然后觉察跟放下之后，我觉得现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会认为它也许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别人看了都还是觉得你就是很光彩的人，不是。但是大家可能会知道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你就是你。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终于可以内外合一。对我来讲，合一就是很重要的。对，那也是一个我觉得写完这本书最好的礼物，这样子。但是回到我哋一开始時，我就講到，其實誰來看這個身體同誰冇看這個身體係無共樣嘅。嗰種睇節目最尾我想請問兩位啦，嚇，你會希望講你的讀者，好讓我去看一本書啊，冇得講讓我去使用這本書。我沒有做任何的預設，但是就是有一個很深的體悟是，在這個認識自己的過程上，是因為我的狀況，我的問題，讓我慢慢意識到，我距離真實的我其實有一大段的差距。
我没有那么了解我自己。与其了解外面这些世界，或者是不停的去追逐和掌握各种外在资讯，好像往里面看，可以让我得到更深的满足。然后那个满足不是今天我吃一颗冰淇淋，或者是就是有一个很美的蛋糕，或者是拿到很好的成绩，那些满足都很短暂，而是有一种很深的满足，是认识自己。如果说对读者有什么期待，就是我没有期待，但是很想要分享，就是接纳这个自我接纳的过程所带来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坦然。就是如果我可以走在天地之间都无所畏惧的话，那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这样啊。我们不用活得那么辛苦啊，我们不用一定要求自己就是十全十美啊，每个人都需要休息啊，就是这种感受。那 Figure 呢？我一样没有预设什么啦，但是我会觉得写作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出口跟陪伴。那当然这个作品我也希望对于读者来说也可以是一个陪伴。那就是有时候真的不需要就是做照亮世界的人，不用那么有用。对，就是有时候你只要就是能做自己的光，你其实就已经足以让别人知道，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孤独这样。可是其实咱通迷的就有了哈，但是像从Figure最捌讲的，各种这个可以变成伊在讲，这个体验的时间如唔会让一点点存在体验的时间之外，今日感谢两位来到现场分享安精彩故事。感謝大家，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再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